风桥班乐高店来到海边啊，进行清水科技。整个仪式隆重又搁闹热，有人摕手机啊录影记录，家己翕到外海时阵，常常看到远远出现一只金船。几只船金光闪闪，让人也妙风人员目睭一个反景，感觉家己翕到好格调。台南七股龙山宫过46档，最近搁在举办造就的活动，造就进前来到将军区青昆山的海边啊进行清水，意外翕到外海一只金色的大船，妙风拢感觉这是一个格调。每一个信徒他们都说，主委那个是跟好像几十年前我们王船来。甲王爷上来，迄个叫王船的感觉。那妙风，不少民众对这个影像拢真赞叹。可能古早的话拍，就讲是讲王船嘛。是讲气象站的人员表示，这可能是光线反射。较可能的是有点像是光线的一个折射的情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海市蜃楼的一个现象。只是对妙风甲现众来讲，讲是光线产生的错觉，大家也是甘愿相信，这就是造就真正的吉祥，真正是王船来呀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